再来看高雄市政府的对面有一栋大楼，昨有人爬出去大楼外口在洗窗啊，所拢无防护的措施是真恐怖。了检处起早嘛发现讲，这是大楼请的工人这头家嘛已经违反职安法，上济是当罚30万。妇人徛伫窗仔门外口的小小空间，手摕着工具咧切玻璃，身上无任何防护。这个状况互去伫的人非常惊吓，因为伊所徛的地点伫咧高楼站，看起来上少有19楼高。有些人会认为说还简单点啦，那我就处理一下，就不用再师傅了，才花钱，但是有些危险性就藏在细节里面。拢会听啦。啊，阮袂当，工作时阮拢有甲因讲袂当，互阮出去外口，安尼阮的工作人员危险。前往大楼早前管委会拒绝回应，大楼委托的清洁人员只是强调，毋是因的员工，因为委外清扫的区域敢若摒扫着公共空间。市府起走了后，确认切玻璃的妇人是互请来伫咧高空作业的员工，意思是由雇主家己所请。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处作业，劳工有坠落之余者，应使劳工确实使用安全带、安全帽及必要安全防护具。因为在洗的时候，那个瓷砖地板会很柔，如果他一不小心的话，有可能会从高楼坠落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市府表示，雇主未要求员工做好防护，已经违反着职安法，相关会当罚雇主30万块。专家则是讲，亲像是洗窗仔门这种高空作业，通常伫安全防护做好了后，加上高压水条为外墙位内底洗，未直接人徛伫窗台，才会当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